啊，你感觉讲即个伊的关键，哦，伊迄个趋势也走势大概是怎么样？谢谢。职业医学吼，差不多10几年、20年啊，吼啊，咱台湾的西医师的专科有23个，啊，职业医学是上尾一个，差不多10几年前、20年前成立的，吼，是上新的一科。啊，我是台大病医第1届的见习的医师，职业医学科的。我大6的时阵去台大病医职业医学科见习，我是第1届见习。啊，我头前已经有学姐甲学长，因是已经是大医医师啊。啊，我是第1届见习的医师，吼，所以就算伫台大病医嘛是足新的。嘿，啊，未来其实加这甲迄落法律做关系，吼，即马我会当做这个工作有真大部分嘛是因为法律有规定，吼讲你的公司员工偌济啊，爱啥医师或是啥护理师去服务，伊若无这个法规，基本上阮这项吼这条路就可能就无啊，对无？就是讲虽然讲这件代志足重要的，吼。菠菜较赢做袂来，足重要的。啊，但是企业伊知影这足重要，但是伊若无法律的规定，伊敢会愿意开钱来请你甲伊的员工开讲，大部分袂啦。所以未来是安怎我毋知，因为伊这个法规若有规个中央的执政团队若换伊甲法规处理掉就无啊。对，所以虽然讲。照这个社会啊，佮国际趋势较袂安尼做啦，吼啊，但是有可能会临时内容有一寡改变，所以这是有可能，内容有改变有可能啊，未来愈来愈好，我无确定。像你那你应该是爱有若爱算讲爱伫个大众媒体内底爱迄个。哦，对，所以差不多这2、3年来，哦，我拄则有。放真侪企业的 logo 嘛，还是政府机关的有甲我合作的，邀请我演讲的，啊，差不多拢是2个管道知影我。第一个就是看我的 blog， 第二个就是我之前互邀请去演讲的是伊捌来听，啊，甲我讲，我的这个切入的方向对因公司可能有帮助，再来甲我联络。所以就是写文章甲演讲这2个。啊，若无这2个管道，因为我无咧看媒体嘛，就无人会知影我是啥。佮就是讲，遮可能大部分佫有人实在，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台湾话的拖纸的金奖啊。啊，毋知是毋是有伫导伊讲过，若无是会使甲大家分享者，是安怎会想要做即个台文的分享？这嘛是少人咧定来讲。好，我简单讲者，就是台湾话拖纸是安尼啦吼，就是我2019年自年的时阵开始决定要来学台文吼，啊，因为我读册迄个时代是。学校教育是咧无咧教台文的吼，罗马字、汉字、台文的拢无。啊，我毋知安怎，可能看到面前有一寡朋友写一寡我看无的物件，我看起来敢若是台语，吼，我就想来做看卖啊。做看卖，我也就找到一寡资源，就放伫我 blog 顶悬，啊，包括陈老师甲迄个李子聪的迄个讲台语两条线吼，所以我就开始学。学我一般学一个物件吼，我为着要维持迄个动力。我会设一个目标，吼，我迄个目标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设的目标就是我要参加迄个全国语文竞赛，台语的演说比赛，这是第一个目标。啊，第2个是我要参加迄个教育部的台语的认证的考试。啊，2019年我这2项拢有去做，但是2项拢讲句，吼。啊，我会记你语文竞赛敢是9月啦，吼，啊，迄个认证考试敢是。8月，啊，这2个拢讲句，我就有一段时间就无搁看台语，但是想讲安尼学一半，无搁继续落去，真拍算，吼，所以我就甲阮某讲，安尼我来创一个名册page好啊，吼，啊，逐工创一个台语词，啊，一开始嘛无念无大家听，就是创一个台语词安尼，啊，就开始逐工写，我就想讲，甲阮某讲，这。我创这个版面遮简单吼，遮清气安尼，啊字佫足大个吼，啊应该有真侪人会，加减有一寡人来看，是讲真侪，加减有一寡人来看，来甲我起赞，啊我就无甲朋友讲，嘛无去啥物社团、啥物分享，拢无，我就家己
逐工创一张台语图，一个台语词啊，写一句台语安尼，吼，汉字甲罗马字甲写起。啊，过一个月了后，有几个人来甲我起赞，大家知无？过一个月，逐工拢放一个台语词的图，安尼，一个月了后，有几个人来甲我起赞？0，无满的，哦，所以我差不多一个月了后，我就伫我的面册，我家己的口座遐，甲我的朋友讲，我即摆有创台语哦，吼，有这逐工有一个台语词，我嘛去面册台语社，台语社讲，我即摆有创这台语哦，大家会使来指教一下。我才开始，我会记第一天可能60、70个人袂歹，60、70个人来甲我起赞，我就继续安尼落去。过程都是我逐工拢会看啦。有一寡朋友伊若老话也是啥，有一寡建议，比如讲我后壁，我开始有录音嘛，后壁佫有创 podcast 遐，迄拢是甲朋友互动的过程，才佫调整的。所以差不多做1年啦。旧年年底我就想讲休困一下，迄当阵咧全国语文竞赛台语演算嘛结束，我就想讲休困一下，就无佫继续做，因为迄当阵做开足侪时间咧，逐工来做迄图，若有人来留话，我佫爱搭迄个 reference 参考资料，吼甲空起来互伊看。有个人想要学嘛，伊毋知影我咧写啥，我就空起来互伊看。所以大家对话安尼开足侪时间咧。所以我就想讲休困一下安尼。你讲台语，你感觉你台语敢无共款？安怎讲？你今仔叫真重啊！我有当时也是调工的啦。是啊，你保持甲你37岁，保持啊一部。无，迄毋是保持，就是讲，比如讲，迄讲话，我会讲讲话，我调工的，因为我其实生活中你嘛在调工落来啊？对啦，但是我生活中其实无啥物机会讲。旧年有哦，我去一间，旧年我有一届去迄彰化江滨工业区，有一个德国的公司，但是迄是咧生产线工厂。我看因，我咧准备演讲的时，看因咧开讲拢用台语，我讲今仔即场，我甲因讲防疫啦吼 ，COVID-19 的防疫，我用台语讲，我无伊讲好，我就临时用台语讲。一般同一间公司哦。伊嘛请我去高雄演讲，我想高雄应该讲台语啊，搁较好。我嘛看因拢用台语开讲，我就讲，我就直接我无特别甲问啊特别甲问，我就直接用台语讲。结果有一个就是外省的，伊是过去高雄，就讲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讲什么，我会讲华语。对，所以用台语演讲的机会。较少，保证了较少。我即个讲有真个，我听你话，我不离就到嘛吼，有一我用其他来读过，伊讲问吼，伊咱来问啊，对啦吼，就是有当去啊，无食讲的。是，你的顺路他教导他啦，都是。你有休困嘛吼？歇困。个酸啊酸啊。你有讲水啦吼？对。啊，个你咱判断吼。判断一下断吼。判断啊。第三音啦。判断。等于第七音，若约定判断迄。判断哦，好。多谢。伊即件代志，我感觉其实足可惜的，就是讲，就前几天有一个高中生。高中生伊就写一个文章去投诉报纸啊，伊就讲咱双语政策啊，双语的英语拢有讲出来，另外一语到底是华语还是啥物，无讲出来，讲政府的政策。伊就讲你若即马伫台湾，你想要学英语，你要找老师足简单的。你想要找要学台语，像伊本人伊是以前有参加语文竞赛，伊讲伊离开国校的迄个老师。以后，伊要找台语老师要找无，伊就好好找无，足困难的。我家己嘛是共款啊。有当时我想讲，我生活中我想的代志，全部用台语来思考，发现我真侪事其实袂晓讲。其实有真侪人网络顶嘛有真侪人咧，嘛有真侪父母咧创台语家庭啊，嘛有像你人叫台语有金会啊，等等有真侪活动，大家拢有拍拼足久啊。但是我感觉交流也无够济，所以有诶想要家己甲台语捡转来，嘛是真侪事晓讲，
真侪较大条的事不要讲，足拍算，嘛真可惜啦吼。我旧年去参加迄个台语演说的比赛嘛，对无？啊，大家你若有看到我伫 blog 写迄张，我有一个要准备去演讲，伫下骹准备的是写，我是用台文写。啊，我今仔日去写的即个准备要演讲的笔记嘛是用台文写。啊，但是真可惜就是讲，就我看到的啦吼，跟我同齐参加比赛的，不管是国校啊、国中、高中，还是老师，还是社会组的，大部分的人，伊咧写伊的笔记，还是要准备要演讲的，拢会欢喜啊，还是用注意，就无过啦，较可惜。因为有当时是迄个评审老师的迄个问题，毋是问题，因为比赛总是有一寡迄个啦，所以你若讲久嘛，免受过。无啦，我旧年就有得名。哦。旧年讲久，我旧年有得名。啊，旧年迄个台中市的评审伊互我的意见，其实我迄当阵我都无听着本来足生气的，但是即摆甲回想起来吼，就是有迄个评论，我旧年才有法度得名。伊旧年，因为我去参加比赛。自年去完全无准备，我敢若知影讲，爱讲5分钟，啊准备30分钟，啊袂使插手机啊，我落去，我连纸甲笔嘛无插，所以完全无准备，拢想到啥就讲啥。啊，迄当阵迄个评审老师，伊甲我讲，咱这是台语演讲比赛啊，你内底讲华语就无适当。我有个专有名词，我毋知影讲，我就讲华语，啊甚至我有一两个名词来讲英语。我旧年就会记，华语莫讲，英语嘛莫讲，完全讲台语。我咧准备的时阵就安尼。啊，搁台中市的真厉害，真侪老师甲我指导，所以才有得名。哦，咱时间也差不多啊吼。柯医生有摕到这期杂志咧。阿袂啊，这有你的这个相片影像。3本有够嘛？是要搁较济？要搁较济嘛会使吼。感谢今日柯医生来甲咱分享啦吼。迄个若抑搁有这个时间，后摆搁来邀请你讲别项吼。